我不能让你做错事儿，得罪了。你放开我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杨爷，你放开我！杨爷，你别碰我！杨爷，杨爷，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在哪儿呀？找到了！找到了！找到了！齐生有救了！爷爷，拉我一把！你干什么？我虽然没有洁癖，可你这也太脏了吧！你有没有良心？你忘了你媳妇儿谁介绍给你的？那好吧。好，不。万万没想到，万万没想到，我的女神大人竟然为了男人，变成了一坨翔。哎呀，哎，真是形象尽毁，形象尽毁啊！你以后还怎么面对我呀？切，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我们走吧。什么声音？你听到了吗？杨言，杨言，杨言！别叫，我在这儿呢。撤！哈！怎么了？现在我有3件事情要告诉你。说。其一，追兵来了。追兵？我们一路上有追兵吗？在我看来，除了我之外的人都是追兵。其二，带队的人是齐胜。你说齐胜？他还没死，他还活着，你没看错。真的是齐胜。其三，我打算自己跑了。哎，杨爷，你大爷！你得帮我上树，让我看
看看到底是不是齐胜。真的是齐胜，还有什么不信的呀？除非我亲眼看见，否则我就不相信。等你爬上了树，齐胜怕是已经包围了过来。齐胜带的都是高手，我带着你根本逃不出去。而且他既然没事儿，那九哥一定出事儿了，我得去救九哥。那你不能把我一个人撂在这儿。姐姐，真没法子了。九哥此刻已是生死难料，如果一定要在你俩之间选择一个的话，我选九哥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！撤！皇上，前方有不明物体。那便是皇后。如果红颜并不曾淡薄，这世间有没有传说？身为飞蛾，若是不敢扑火，这宿命凭借什么闯过？丝零落，缠绕着丝枷锁。金装玉裹，你受苦了。飞舞着坠落，美丽啊，相思而活。爱若能残破，终究是寂寞。忘却了前因后果，苦守的执着，虚晃的一诺，空耗着青春虚脱。给你的破金药。丝零落，缠绕着丝枷锁。金
着却无法触摸，还是可念不可说。皇上，恕臣多嘴。您在皇后娘娘身边守了这么些天，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，不然身体会吃不消的。皇后娘娘为什么还不醒？回皇上，皇后娘娘因为旅途劳顿，多日未眠，再加上她从未受过这般劳苦，所以需要睡上几日才可清醒。都先下去吧。是。启禀皇上，粮草运到了。好，传令下去，所有人休养生息，备战待敌。是。你醒了。我的睡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才刚醒来，就不要浪费力气说话了。你回答我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难道你希望我死吗？我不希望你死，可是我没想到，你竟然又一次耍我。齐生，这一次你玩的有点过了。我没有玩弄你的感情，我是在和自己打赌。你能赌什么？我赌你会来，我赌你不会舍下。凡是赌局，都只是一场游戏，胜负输赢早就是安排好的。越是没有自控能力的人，越会在游戏中无法自拔。你难道不知道这些吗？对你，我的确是失控了，所以我才不得不赌。我屡次散发给你选择的机会，其实都是在和我自己赌。我庆幸，这最后一次，我终究没有失去你。你认为你一直在让我选择，在我看来，你不过是一次次的在玩弄别人的命。你误解我了。我之所以大费周章的给你选择的机会，那都是因为我心里有你。我永远无法做出伤害你的事，更希望你能被我感化。你这种表达感情的方式，我接受不了。过去的事情，就让它过去吧。你能来，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今后，我不会再骗你了。杨将军，请。九哥，你怎么？我是偷了我三哥的令牌和钥匙来的。虽说我比他帅了点儿，但还是没被认出来。
不想连累你们，你快走吧。哎呀，九哥，我办事儿你放心，是不会露出马脚来的。哎呀，九哥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别思前想后了，快跟他换了衣服。九王殿下，您之前对卑职的大恩，卑职今日就是来报恩了。九哥，他知道怎么脱身，难道您就不想见到皇后娘娘了吗？九哥，时间紧迫，抓紧时间。娘娘，你怎么还不醒呀？娘娘，您看您都瘦了。娘娘，您赶快起来吧，起来咱们就回宫，奴婢给您做好吃的，好好给您补补。娘娘，您听到我说话了吗？你怎么还不起来？丽离，哭什么呀？我还没死呢。娘娘，娘娘，您可算醒了。奴婢就在您身边坐着，看着您，您这都瘦了一圈了，奴婢心疼。您说，你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苦啊？这一路上跟着我受苦了，本来看不到你我还挺担心的，现在看到你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奴婢和那2个侍卫早就到了，您被皇上带回军营后，就一直昏迷着，直到大军搬进了平宁城，奴婢就一直在您身边候着。咱们现在在平宁城？对啊，娘娘。昨天你醒来之后，跟皇上说完话又睡着了，奴婢看您实在太累了，就没忍心叫您。一提到齐胜，我就一脑门子官司。看皇上昨天的脸色，像是您和他聊得不投机。皇上不会是真的要对您动手了吧？现在看来，他应该不会对我做什么了。但是什么？娘娘，您可别吓我。他向我表了钟情，但是我还没有办法面对这份情感。娘娘，皇上对您表钟情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！什么喜事儿啊？皇上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不清楚啊？他曾经对我好过，也曾经想要过我的命，我的喜怒哀乐，甚至我的生死都被他掌控着。我不敢接受一个这样的人。娘娘，皇上现在忙着战事，您又不辞劳苦的来了，就别再跟他置气了。我也没什么可置气的，只是我明白了他对我的心，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了。不知道九王那边怎么样了？唉，娘娘，您说男女之间的事儿，怎么都这么麻烦呢？皇上，杨将军，今晨杨素去牢中巡查，发现九王的牢房中空无一人。经臣调查，疑似是臣的逆子杨延和他的狐朋狗友帮九王逃的狱。不过，臣已经派人速速抓捕九王和他的同伙。
哥，杨刀去哪儿了？走，出去看看。嗯。九哥，那人放羊去了，我们出去吧。人要是倒起霉来，真是祸不单行。九哥，你瞎说什么呢？你不知道财使能转运吗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上鹏鹏一面，也不知道他那里情况到底如何了。他如果知道我失败了，一定很失望吧。刺杀一事败露，齐胜是否也要对他动手呢？九哥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应该先担心你自己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我们出来之后就可以赶回圣都去见他了吗？我要在牢里不那么说，你能跟我出来吗？那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皇后娘娘，您恐怕是见不到了，因为她也来了北漠。她来北漠了？她来北漠干什么？是不是齐胜命人把她捉来的？走，我们现在去救她。哎呀，九哥，你别再傻了。九哥，齐胜谎称自己中毒，张鹏鹏不顾艰辛来到北漠，就是为了给他送解药。他现在没准正在将军府里吃燕窝呢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像是爱上齐胜了。不行，这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我无论如何也要和他见上一面。九哥，你冷静一下，你现在回去就等于是送死。不如让我回到平宁城，打探一下消息，再做打算。好。恭喜赵王啊！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几座重镇，彰了我南下大军的士气。之前臣没有识得赵王的将才，是臣眼拙了。嗨，倒不是杨将军眼拙，怪只怪我平时太低调了，聪明才智太难被大家发现了，这还得感谢皇上对我的重用啊。二哥从小就偏爱习武，在兄弟几个人当中，又是最通兵法的，只是一直被误解成一个有勇无谋的人罢了。那倒也是。你瞧我这肱二头肌，这多么的健壮，这不是一般人能练出来的。我还有8块腹肌、人鱼线，我要不是今天穿的太厚了。赵王如此之骁勇，朕接下来的部署也会对你委以重任。皇上，打仗就是越战越勇。我现在刚找到了人生的方向，存在的价值。皇上，您就尽管用我吧。我军在平宁城休养生息也有些日子了，朕打算下一步命杨将军暗中带领大军攻破北漠都城上京，同时由赵王伏击各地救援上京的兵马，为杨将军扫除外围障碍。皇上，如果我们把大部分的兵马派到外边去，平宁城无人驻守，要是万一……我们不了解鞑子的军力到底有多少，所以不能莽撞迎战。朕是想智取。哦，皇上，您用的是空城计呀！皇上英明，臣等一定不辱使命。
九哥，你回来了。九哥，刚才我采了好大一坨羊屎，还是稀的。要我说，待在羊圈里算了，这里的羊粪简直就是奇门绝阵，任凭谁都进不来。你快别说笑了，都打听到什么消息了？先说你想听的吧，皇后娘娘果然在将军府里住着呢。可否有办法安排我与她见一面？现在将军府里重兵把守，虽说我有一身好本事，但是还是进不去。我曾经想过，刺杀计划也许会失败，但即使是失败了，大不了也就是一死。为了鹏鹏，我做这一切都值得。但我心里一直都不踏实，怕他会变心。现在，他果然变了心。九哥，说句实在话，只要你活着，咱们就不是没有机会。一个男人赢得了天下，就等于赢得了所有。我曾经还愚蠢地想过，即使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我想要的东西也会被我的真诚所打动。九哥，还有一件奇怪的事，我爹和我的哥哥们调集兵马出了平宁城，赵某那儿也在整装待发，不知道是要干什么。齐胜攻于心计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平宁马上就要变成一座空城了。哦，原来齐胜是在使计。如今看来，只有彻底翻盘，才能夺回我们想要的东西。齐胜会用空城计，我们也给他来一计，借刀杀人。借刀？借谁的刀啊？齐胜的敌人，北漠的鞑子。九哥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！这可是通敌呀！这件事情我一个人去做，你不必牵扯进来。九哥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我这辈子都跟应你了，无论刀山火海，我也跟你一起去。能找到马吗？马倒是没有，不过那边有一头可爱的毛驴。走吧，九哥。首领，我们抓到了一个南下女人，那女人称自己是皇帝的女人。什么？皇帝的女人？你带进来，带进来。是。把头抬高点，抬高点。你真是南下皇帝的女人？正是。就你这点姿色，还是皇帝的女人？啊！皇帝的女人怎么会孤身一人来到这里？你的话不可信。皇上带兵到北漠打仗，我心里舍不下他，就偷偷跑出来，本想一路跟随，没想到竟被你们的人给捉住。切，空口无凭，我怎么信你的话呀？信不信由你。告诉你，我是皇上最看重的人，你若敢伤我一根毫毛，皇上定会要你们好看。嘴还挺硬的啊！不过如果真的把你带到南下皇帝面前，我看着还敢不敢跟我打仗？来啊，带下去，好生养活着。哼，不要信这女人的鬼话，她就是骗吃骗喝的啊！听我的，带下去！首领，有个自称南下王爷的人求见。这南下人什么情况啊？啊，一会儿是皇帝的女人，
一会儿是皇帝的兄弟，这都什么情况？带进来，带进来！是。这位奇怪的兄弟，你们首领呢？在这儿呢。哎呀！我就是北漠的首领。你们谁是南下的王爷？在下就是南下来的九王爷。你来我们北漠大营干嘛？我是来帮你们的，有些事情，我猜你应该是想知道的。啊？什么事儿？说来听听。下去吧。努曼迪。哥们儿，就你这种笑法是病，得治。杨岩，治啊，治！如今齐胜已经把大部分的兵马都聚集在了北漠都城上京，平宁城已经成了一座空城，没有什么兵驻守了。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呀？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你们的圈套啊？你现在上京救援已经来不及了。如果你相信我所说的话，就应该集中兵力攻打平宁城。南下的皇帝就在那座空城里，拿下了平宁，灭了御驾出征的皇帝，那成功就唾手可得了。说的倒是挺有道理，但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我的身份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的来意吗？我不甘心臣服于齐胜，南下的皇帝他做的，我为何做不得？这么说，你是想借助我北漠的力量，灭掉你南下的皇帝，好助你登基？你照我说的去做，于你于我都有好处。这共赢的局面，我相信你是不会错过的。我信你，我信你，出门打仗吧，就得殊死一搏。外面什么声音啊？怎么了？皇上没告诉您吗？皇上告诉我什么呀？奴婢听说，北漠人突然攻到了平宁城下，好像就快抵挡不住了。皇上准备出发，亲自督战。速速为我准备战衣。皇上！皇上！皇上！你真的要去亲自督战吗？没有人比朕更合适了。可是你是皇上，万一有什么闪失……喂，我是怕你有危险。平宁城快不保了，唯有朕亲自督战，才有希望。那你带我一起去吗？万一有什么闪失，我们还可以互相照应着。你别开玩笑了，快回去。就让我跟你一起去吗？杨素，你在将军府看着娘娘，
要寸步不离地保护她，不准她出将军府一步。万一城破，你要护送娘娘安全离开。遵命。皇上，娘娘，放开我！皇上，娘娘，启上。活下去，活下去。放开！启上！启上！娘娘，娘娘，别闹了。倪桂香，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呢？卑职杨素，娘娘，咱们以前见过的。我是杨玉第3个儿子，旁人都说我与四弟杨炎长得十分相似。哈哈，我知道，我故意逗你玩呢。哎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我跟你弟弟杨炎是好哥们儿。哥们儿？哥们儿就是好兄弟。知道。嘿嘿嘿，都是自家人，你给我行个方便，让我出去。皇上怪罪下来，我一个人担着。娘娘，使不得。嘿，我说你们这兄弟俩，一个严一个肃，倒是该严肃的不严肃，不该严肃的瞎正经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非出去不可。娘娘，哎呀，谁敢拦我？要杀要剐随便你，只要卑职活着，就不能让你出这个门。你让不让我出去？娘娘，娘娘，怎么，你也想拦着我？娘娘快走，奴婢断后！姑娘，你这是……娘娘，娘娘快跑啊！姑娘，男女授受不亲呐！姑娘，姑娘。哎，南蛮的皇帝，有本事出来，别躲躲藏藏的！哈！皇上，不好了！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帮你来了。你怎么不把帽子戴上？还真是你想办的事，就没有你办不到的。既然来了，就好生待着吧。嘿呦喂，这可是打仗呢，怎么还弹成音乐上了？不堪入目啊，非礼勿视啊！哎，我是不是太主动了？你不一直都这么主动吗？俗话说，秀恩爱死得快，希望这句话今天不要应验了。一会儿
我会尽量照应着你，你自己也要小心些。嗯。哎，拉着人家。为什么每到团圆的时刻，都会出现一个他？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是啊，他为何出现在这里？你果真是不忍心杀了他。朕把他送去了一个千里之外的地方，原以为从此和他再不相干了。算了，不用解释，我都懂。哎，蛮子皇帝，你可认得这个女人？这个女人说了，她是你非常看重的女人，想必是你的皇后千里迢迢来寻你。如果不是的话，要杀要剐可随我便了。我倒要看看，你是要这个女人，还是要平宁城？要女人，要女人！她毕竟是我南下的一条人命，而平宁城也不能拱手让人。今日之事，无论做何选择，都会落人口实。这有什么难的？让我来。老子才是皇上心仪的女人。哼，你们从哪儿找来一个女人冒充皇后？可笑！你干什么？蛮子皇帝，如果她不是皇后的话，怎么对你宫中的事情这么清楚啊？你可不要怕伤及脸面，就这么想办法不认结发夫妻了？好，如果她是皇后，我便将她送还于你；如果她在撒谎，我便把她杀了。杀！啊！再这样听下去，会有损士气。你以为只有你会喊？老子嗓门比你大！你这个无耻之徒，就会满嘴喷粪！这才是漂亮的女人，我才是漂亮的女人。我这个皇后才是皇上的女人。你竟然敢找人来假扮，你不要脸！你这是做什么？别胡闹，你这样会有危险的。都看清楚了吧？就凭老子这副相貌，也就是你们这些脑子里塞满狗屎的鞑子们才会相信她是皇后，还把个弱女子绑到两军阵前来。你不要脸！之前我还纳闷呢，你们的城墙怎么那么厚啊？原来啊，是照着你们的脸皮建的。你别说了，你这个女人嘴尖舌利，言行粗鲁，哪有一国皇后的仪态？分明就是假扮的。找南蛮子皇帝跟我说话，找个女人冲锋陷阵，算是怎么回事啊？算是怎么回事啊？对付你们这些鞑子，我们南下的女人就可以轻松应对，何必劳烦皇上？哥们儿还行吧？你们欺人太甚了！给我放箭！皇上，皇上，齐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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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齐胜！皇上！南蛮子皇帝中箭了，弟兄们，给我杀进去！皇上，皇上。
皇上，齐生，现在谁在指挥？已经乱了。现在开始，听我的。是。娘娘，快看，皇后娘娘中箭了。是。照顾好皇上。鞑子无耻，暗箭伤人，皇后娘娘中箭了，杀呀！杀光了这些鞑子，为皇后娘娘报仇！杀呀！杀呀！快，护送皇上和娘娘速回将军府。怎么样了？娘娘，皇上虽未伤及要害之处，但剑尖离脏腑仅有2寸，只能在剑拔出之后，方可知道皇上能否安然无恙。你这是废话！别为难他了。你醒了？都下去吧，我有话要和皇后娘娘说。是。方才我虽是昏迷着，但意识还算清醒。鹏鹏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你别担心我了，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方才在城墙上，达子问我是要留下江氏，还是要守城。我犹豫了。我并非对江氏还有情，只是不忍心他的生命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解释这些？你所做的一切我都明白。你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只是很少表达出来。只可惜，到现在我才明白这一点。鹏鹏，我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我自己清楚。怕是一会儿拔了剑，一切都要看造化了。你别胡说，你不会有事的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赵王的援军很快就要到了，我若身死，愿由他护着你退往泾阳，再召回杨玉等人，紧闭关门，以防鞑子反扑，然后密不发丧，让赵王护送你回圣都，扶浩儿登基。你听清楚了吗？你可听明白了？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明白，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不懂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记不住。我只要你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的和我一起回圣都。城墙之上，你已经证明了我没有看错人。你很冷静，我知道，就算我活不过去了，你也能带着浩儿好好的。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，我再也不想坚强了。我要你活着。别哭，哭了就不好看了。你下去，让太医进来拔剑吧。我不走，我不走。拔剑！我不走，我陪着你。但
手！我不走！放开我！走吧，娘娘。放开我！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我不要和你分开。走吧，娘娘。我不要分开，医生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医生，放开，医生，我爱你。丝绫罗缠绕着丝枷锁，金装玉抹，似雪花飞舞着坠落，美丽啊，相思而活。爱若能残破，终究是寂寞。忘却了前因后果，苦守的执着，虚晃的一落，空耗着青春虚脱。这是缠绕着丝枷锁，金装玉抹，似雪花坠落，美丽啊，相思而活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。轮回中错过，被遗忘的人是我，熟悉的轮廓，泪眼中斑驳。姬上，姬上，别人中箭，中箭的人没晕，倒是外面担心的人先晕了。鹏鹏，赵王回来了，平宁解围了。太好了！你昨夜喊的那3个字，那么大声。你爱我这件事，想必整个将军府的人都知道。我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。那你呢？鹏鹏，我心悦你。别给我整这文的。我要你说，我爱你。鹏鹏，我爱你。你的伤还疼吗？有你在我就好多了。皇上，娘娘，赵王，快请坐。哎，哇，赵王今天看起来好 man 哦。哎，man 是什么
，man 就是形容你强壮、有力量，充满了男性激素。哎，那是。之前啊，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大怂蛋，谁知道我一踏入疆场以后，简直就一发不可收拾，所向披靡，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，我自己都不敢相信。然后我的手下们还给我取了个外号，叫做北漠杀神。北漠杀神，你确定是北漠杀神，不是北漠杀星？太好玩了。Sorry, darling, very, very sorry, honey. 赵王座呀。这次多亏了赵王提前2日赶回平宁，平宁城才得以解围。赵王立下了汗马功劳，等回去以后，朕一定要对他大加封赏。嗨，多大点事儿啊！只要皇上和娘娘安好，一切都没问题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来，请坐。首先啊，我在北漠跟鞑子交手的时候，在北漠的军营里发现了一个人。江氏。对。一猜就是。小心你屁股开花！绿篱什么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嗨，娘娘，我跟江映月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，更何况这根本不是事情的重点。事情的重点是，江映月告诉了我一件事情，而经过我调查以后，发现他说的确实属实。何事？你知道鞑子为什么会突然围堵平宁城吗？是他们早就知道了平宁城是一座空城，而报信的人就是九王。江映月还在鞑子的军营里看见了九王和杨延。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也非常的震惊，不敢相信。原本他犯了弑君之罪，朕并不一定会杀他。可现如今，他是通敌呀！他可真是糊涂。
你拦着我干什么？如今北漠气数已尽，大势已去，天都不助我的希望已经破灭了。九哥，我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来，我只知道不能让你做傻事啊。以前你劝我觉得是为了张鹏鹏，才能咬牙挺过去。但现在，我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九哥，天大地大，哪怕流落四方，我也愿意一心跟随。倘若你要死的话，那就先把我给杀了吧。要死，我们就死在一起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唯一没有负我的人只有你。可是现在，我竟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你。九哥，你要是真兄弟的话，你就听我的，别做傻事。九哥！娘娘，还疼吗？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九王会走到绝路上去。您说江映月说的能牢靠吗？赵王已经调查证实了。怎么，你因为赵王救了他不高兴啊？娘娘，奴婢早就不会因为江映月的事情再跟赵王置气了。跟了您这么久，大度明事理，也跟着学了不少。再说了，赵王敢救他，说明赵王心里坦荡，奴婢信他。赵王是个重情义、明事理的人，他表面上像个傻白甜，实际上他这个人啊，大智若愚，我们谁都比不上他。奴婢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，遇上了他。九王能做出通敌这样的事儿，我真是想不明白。平宁城被困，就意味着我性命会不保。看来九王当时也是狠心舍下了我。娘娘，赵王有一句话算是说对了，只有皇上才是您最牢靠的倚仗。启禀皇上，我南下大军已经攻破了北漠的都城上京，俘获了鞑子的皇帝、皇后、妃子等2000皇族宗室。好，杨将军，各位爱卿，你们这些日子都辛苦了。皇上，您才是最辛苦的。传令下去，所有人等尽快整顿好一切，准备班师回朝。是。